咁其實第一個 suggest 一定會去多啲唔同類型嘅座談會，咁因為你會聽得到好多唔同廠家或者可能大家一啲叫 use case sharing 啦，你會知道大家做緊啲咩嘢。咁呢一個係第一部分嚟嘅。咁另一個位咧，on and off 每幾年啦，可能有啲 hardware 嘅 refreshment 啊，或者有啲新嘅 solution 要用啊，你就可以用翻一啲比較大型嘅公司，或者一啲多 reference 嘅 solution，其實嗰個會相對會簡單啲。因為 in case 有啲咩問題嘅時候，可能係你第一線 support 你嘅 partner 會幫到手啦。咁另一個位咧就可能一啲 peer 嘅同事，即係可能隔離學校，佢哋用緊相類似嘅 solution 咧，其實都可以考慮。咁但係另一個位一定要好留意新類型嘅 solution。以前我哋 antivirus 要轉做 EDR，因為 anti-ransomware 嘅緣故，就係揀呢啲唔同廠家嘅 solution 嘅時候咧，另一個位置我哋要諗咧就係一啲新型嘅 use case，究竟可唔可以 adjust 得到？咁另外啊，另一個位好 key 咧，會唔會係有啲 AI assistant，我哋用個 prompt 嘅形式去控制隻機啊，甚至乎揾一啲 locking 啊之類。咁最後一個位 MCP 呢一個東西，咁而家有啲坊間 cybersecurity 嘅產品咧，佢哋都會 support 啲 MCP server。即係如果可能你嚟緊呢一兩年有啲 solution 要換咧，其中一個 criteria 即係除咗多唔多人用啊，佢係咪真係做緊你嘅 use case 啊？咁另一個位再睇下嗰一類型嘅 solution 會有埋 MCP server 啊，呢一個 integration 喺度。如果有嘅話咧，咁基本上嚟緊未來10年，可能你要將你嘅 IT 研發依條埋去個 GenAI 嗰邊咧，其實都有機會發生得到，咁變咗就可以做得長遠好多咯。